没注意啊，下回注意啊！来，再下。好美女，去医院怎么走？哦，师傅。明天给你整个找吧。你，哎，这烟多少钱？20。20的。哦，明天找着你把那100的给我，我给你赢了。看着啊。你这吓死了，你有毛病吧？我好了，你得抢钱。对不起，干了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钱呢？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动动手指转发出去，让更多人看到，多人看到就能多一份警惕。转发提醒，感恩感恩。拍琴，全网第一资讯群社区，微信搜索拍琴，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。